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9月14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李梦燕担任代理市长已经届满1冬，这段期间伊以着水利专家的身份，虽然面对济治水成效质疑，不过普遍外牌的评价拢袂歹。市长表示，只剩3个月的时间，市府团队除了持续推动铁路地下化等原本规划重大建设以外，也可以拍拼招商。推动观光巡回公车等等的政策。李梦燕伫代理市长这段期间，因为伊的个性温和，作风较无争议，所以备受各界好评。伫总质询期间，不管哪力嘛拢较无严厉批判。而面对代理已经届满1冬，虽然拄到重大水等治水成效考验，甚至指责，不过市长表示，除了勇敢面对，有需要向市民澄清的，也是要讲清楚。确实是，大家在治水上其实是非常的努力，跟也付出了很多的心力了哈。那但是这次真的是雨量太大，那么超过我们很多设计保护的标准的1倍以上。啊，我们的设计是24小时300 mm 的降雨，但是这次很多地方都超过700，甚至还有到800 mm 的。好，那么所以淹水坦白说是在所难免。那但是我想市民都会很期待，还是很期待，就是说能够彻底的解决改善。好，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还要再努力跟加油。那确实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责备或者是误解哈，确实是会让团队或是同仁有一些挫折感。但是我想挫折感应该要很快就把它忘记，那么赶快努力忘记背后了哈。忘记过去，然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继续的这个努力。另外，伫总质询期间，真侪议员嘛对着李梦燕3个月以后出路相当关心，究竟敢有受到院长赖清德的提拔，佮上中央服务？市长表示，目前无任何职务的规划，伊的心也是留伫台南打拼。我其实是很希望，如果有机会能够继续为台南的乡亲大家来服务，因为很多推动的，包括治水，包括很多推动的一些施政，还有的是还做到一部分，还要再持续推动。我们觉得说，很希望能够看到它开花结果。院长都没给你说过就对了。目前都没有，是。市长进一步表示，虽然目前27个局处长，包括民政、农业、地政、财税、环保等等有8个局处长拢是代理，不过强调伊毋是看守。这段期间，市府团队嘛会尽全力推动招商、观光巡回公车以及国家图书馆、南部分馆等等的建设，并未放松。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根据了解，市府伫咧宣布灾害应变中心成立2级开设以后，嘉南农产水利会等水利单位就拢会进驻协调有风性下洪等等的作为。不过，上午议员林庆定伫咧自由发言，以着虎头比为例，强调放水的时机甲量有完造成下游的民众真大威胁。议员林庆定表示，不管是闸门水库的下洪，还是虎头比的放水，一直因为大雨影响，放水的时机甲量，拢造成下游的居民真大冲击。所以议员上午再次向市府请兵，要求类似有风性的下洪一定要好好评估，避免威胁到民众，和水患更加严重。放水落来，迄个水量，伫咧虎头溪断面，伊落来到呢乌龟厝溪。这个呢，伊个断面的水量无法度伊放落来的量啦，所以呢，伊也抑提必须甲讲两边的居民住户，822、823、824，拢是呢差不多到骹头水，伫水面，伫即个道路上，讲只本身也咧建议啦吼，麻烦你呢，几个月，还佫3个多月啦吼。伊等过来一遍，佮再含伊协调，佮再含水利会，佮再协调。伊要放水的时间，
伊来通知以外，伊爱呢做一个真适当的放水，慢慢啊放啦，8分甜就爱开始慢慢啊放，毋通搁伫遐等，放伤济是搁惊雨毋落，伊遐底无水，等到下剩9分10分啊，才规工倒落来，伫场就啊咱放，你有看法呢？是，我想这个咱若应变中心成立吼，咱若迄个二级的开设，就会请水利会来甲咱家应进驻了哈。我想也在我们在沟通，提早要求他们，譬如说台风发布评估起来会有降雨，他就事先做一个预先性的泄洪。另外那径流水到了一个程度，他也可以先提早，好，那么评估迄个整个降雨的情势可以先提早，以免迄个下游等咧落大雨结果迄个虎头溪排水因为也大量的泄洪造成这个两面的这个雪上加霜的状况。另外，议员嘛认为虎头溪所存是偏面深化地区重水的原因之一，所以要求水利局伫接刷雨季期间，一定要加强清扫，来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台新闻军自林光采访报道。台南市长候选人苏焕智伫咧市区所举办的第一场记者会，就是宣布要来举办唤醒音乐季、摇滚世景的活动。邀请侪台湾的音乐人前来表演，嘛希望借此行销台湾的好歌，并表示，确实若当选以后，会开发较侪会当表演的优质空间。由金曲奖评审萧福德老师以着轻松的歌曲，带着吉他的伴奏来开场。这场台南市长候选人苏焕智伫咧市区头一场的记者会，除了宣布竞选团队的成员要团结共心，拍赢选战以外，嘛宣布了唤醒音乐季，就要伫咧水平稳公园来举办。苏焕智来强调，市府应该做的，就是将台湾的文化以及表演大来推广，并行销到国际。我们认为文化活动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去栽培，就是你一定要让更多的在地的文化艺术工作者、表演团体，那么让这一些人呢有更好的环境，有更好的表演的空间，然后呢能够结合在地的各种特色产业，这样这个能量就会更大。所以呢。我们在宣示的唤醒音乐界宣示的是，在地的表演团体，那么在地有才华的这些人呢，将来台南要提供给他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挥的平台。借由一系列唤醒音乐季的活动，希望让在地艺术表演者有较侪空间会当展现家己，并更加发扬着台湾的表演文化。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来台南旅行的观光客，一档比一档较侪。随着游客人数增加，古都台南的交通问题也变甲更加严重。对此，台南市长候选人柯忠信提出要发展南势公路，让较侪观光客会当行水路，佮加上港口边啊完整的公共运输系统，让游客来到台南佚佗，唔免佮再忍受塞车的麻烦。台南拥有相当好的海洋环境，台南市长候选人柯忠信认为，只要加上良好的运输路线规划，无论是对南边来台南的旅客，或者是对北边来到台南的旅客，都会当运用蓝色公路解决交通的问题，好好来体验台南无同款的美景。咱针对高雄起来要来台南观光旅游的人呢，咱会使走第一条高速公路。转86号的快速道路呢，去到伊的尾拄伫喜树叫园里，即个所在遐，咱也踮遐设一个大停车场，转运站，来到86号的海边设一个大停车场转运站，伫遐设即个码头呢，用咱即个1昆新到7昆新即个沿海做蓝色公路，这蓝色公路呢，用游艇呢，对86号尾遐，就这条蓝色公路会当互咱的游客对7昆新就是进园林，来到6昆新喜树4昆新就是进个4昆新，3昆新就是咱进个渔光岛，2昆新就是咱进个义载金城，
1分身就是咱的安平啦。安尼起来了，除了算安平了，佫会当去即个四草大将庙遮即个盐水溪边啊，遮拢会当有真好的景点。另外，为着要支持同款台南一中毕业的柯中信，一个校友拢为柯中信来徛台，不但肯定伊的专业有够强，嘛表示伊对台南的了解嘛是有够深入。当时，因也看到柯中信坚持到底，亲像是铁外囝同款的台湾精神，互因非常的感动，所以因也徛出来呼吁大家爱支持柯中信。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南区东安里一间民体因为徛街徛好是高龄98岁阿嬷，而且伊的厝只要拄到落雨天，厝内嘛会落小雨。这件代志去互南区安平区的市员候选人林志文以及当地里长发现以后，决定要来协助阿嬷募款，要来帮伊起新厝。经过2个半月走总，总算募到善款，开始动工。98岁爷妈欢喜看到涂水师开始动工，准备将伊年久失修的老厝整理成一间袂搁再漏水的新厝，心中的欢喜甲期待对表情就当看出来。感谢这众人啦哈！啊，即摆有新厝通好大吼。欢喜无？欢喜无？有啦，有欢喜。南区安平区议员候选人林志文表示，今年6月时就发现业家厝内状况，开始向大众募款，为了帮助家境无好的爷妈来修理厝。经过2个半月努力，募到修缮的经费，开始来动工。咱林良文里长接到这个陈情特别甲志文做伙来合力帮忙啦向社会上很多善心团体来发起募捐，经过两个半月募捐将。终于募得这个款项所以咱及时赶快动工了拆除这个木造屋希望讲起一个新的铁厝阿嬷会当住了安心袂搁落雨。咱林良文里长非常的用心，非常的认真甲志文做伙来完成这件代志。这是阮第2件帮这个中低收入户修理屋顶啦希望讲大家拢有一个好的生活。到这社会这爱心会基金会，大家帮忙因为这个阮里面这我会叫阿嬷因为这个厝会漏风甲互阮咧外口咧落大内底落小安尼看会可怜叫一寡这社会人士甲这团体来帮忙，互这个厝起起来会当个安稳落大，也袂当咧受这个风大会侵入会困落会当安稳。议员候选人林志文甲东安里长林良文2个人共同号召大家捐款，帮助爷妈修理伊的厝。伫短2个半月的募到经费，互业家有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嘛互人感受到社会处处温暖。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关仔岭拥有全台湾唯一的泥浆温泉，今年竟被评选为台湾10大温泉的冠军。所以今年关仔岭温泉美食节，市府除了行销好康的套票以外，上午更进一步开记者会，宣布22号活动正式开跑，也邀请大家拢来关仔岭泡温泉兼食美食。
伫副市长张孝元、立委黄伟铁等各界贵宾的参与，特别议长赖美惠甲观光旅局长王诗诗等一些工作人员，拢特别穿上浴衫来行销，加上动漫人物的代言，都希望营造少年人拢来观览岭流行风潮。会中一些贵宾嘛特别抹上当地温泉年奖来看手印，向前共同守护观览岭，用温泉美食节来促进地方的观光发展。场面盛大热烈。3、2、1，2018台南关子岭温泉美食节9月22号正式开幕。他把这个温泉的活动啊，从老公公的现在变成年轻人的时尚。我想更多的年轻人更喜欢呢来关子里来泡汤。如果今年呢又有西拉雅风景处张处长呢来加持。我想一定会更轰动。代言的人都是年轻的动漫的，我们这种已经不适合代言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带了不同的这个瞳孔片，有红色有黄色的哈。那可见呢，许多的这个见证了多元的文化。关子岭其实不需要行销，它的这个知名度已经很够，但是因为要跟美食相连结，所以说很感谢事务团队还有观旅局。非常好的 idea， 而且跟动漫，跟年轻人最时尚的动漫，你看大园小泉18岁，小峰19岁，这比我女儿还小，但是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会中观光旅局嘛表示，今年对22号开始的观岭温泉美食节，除了有费用爷老爹的夜祭加表演，也有浴衫装扮的 party， 以及假日等农特产品的市集等3大主题活动。也请民众做回来穿浴衫体验、啉咖啡、食美食、泡温泉，共同见证台湾第1名温泉的庆历。台新闻军自林根采访报道。位伫咱市的烟枪博物馆，今年再次得到经济部颁发优良观光工程的认证，是亚洲唯一的烟枪博物馆。互民众会当了解到世界烟枪的知识，嘛深具在地生活文化推广的功能。产品深深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嘛因为中秋节特别到啊，烟枪博物馆顺势来推出着烧烤派对组合，要提供予消费者来做选择。讲到中秋节，大家拢会想到食月饼，但嘛真侪人想到是烘肉这件代志。乌鸡牌烟尘博物馆看准这波商机，特别推出各种口味的烟尘，让消费者来选择。因为我想要买中秋节烤肉的商品，对。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产品很多元化，像还有这个马告，我觉得不错。然后还有大家爱吃肉，所以战斧猪排也不错。然后点心的话也有烤麻糬，因为它选择还蛮多种的。除了烟尘以外，业者嘛推出烘焙组合包装，内容包括战斧猪排、古早味的荔枝肉片、准备的烟尘、黄金鱼丸等等，更加多元的组合。我们呢黑巧牌中秋节特别推出了2款烤肉组合来满足大家的需求。那每一款呢都充满了例如说有我们的马告香肠，还有我们最厉害的战斧猪排，可以满足吃肉的你，也可以满足吃菜的你。里面都有任何东西可以10个愿望一次满足。香肠放大绝里面还包含了5、6种经典的我们的香肠。那不止还有我们的海鲜口味，海鲜里面呢有我们的墨鱼。还有我们的飞鱼卵，甚至最高级的是我们的乌鱼子香肠，还有我们大家想送礼的时候一定会想到我们黑猪肉香肠，因为它之前的代言非常的经典又大方。之后呢，我们中秋节不止呢，还有我们香肠之外，当然一定要有礼盒啊，因为每个人都要带点伴手礼，这样才会让大家开心的过节这样子。那我们有10几款的经典又美味的之外呢，还有可以自主礼盒，也是可以搭配您的需求来做我们任何的变化。对今仔开始一直到9月底为止，消费者只要到烟尘博物馆来采买，不但省时利便、健康保障，而且消费满额，也个特别加赠保温的地鸭，数量有限，卡手带紧。今日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过去伫咧国外非常流行的花布车，因为会当训练小朋友的平衡感甲协调性，所以即几档伫咧台湾家长当中嘛愈来愈红。
台南市自由车委员会为着要推广这项活动，即马将伫咧10月20号来举办一场滑步车仪场杯比赛。除了免费报名以外，也有侪奖品，即马带大家来了解。滑步车因为会使训练小朋友的平衡感甲协调性，所以这几年伫台湾嘛有侪家长和小朋友来选择。现在嘛愈来愈侪相关的比赛甲活动。台南市自由车委员会为了让更较侪家长熟悉这个运动，现在嘛将伫10月20号举办一场仪场杯儿童滑步车比赛。市员林美燕嘛大力相挺，鼓励家长和小朋友来体验这个运动。这个过程中，我们训练小朋友的啦，也平衡度啊，那个敏锐性啊，吼，他也关呢，爱较袂惊那个摇晃啦，吼。那第二呢，因为你这个平衡感哦，训练了小朋友平衡感以后哈，事实上我们大脑也就是真的在刺激他了。那当时安尼偷，不积极训练你平衡感，包括什么？包括也手脚敏锐，因为滑倒啊，伊就爱敏锐，赶快动作要快点，敏锐度要快。我们这个是办比赛，所以我们场地我们的赛道经过我们的执行长是那个过去是咱台南市自由车的国手他有规划一个竞赛的趣味竞赛，所以这个活动应该是很有竞争性，个很有趣味性。比赛报名除了完全免费以外，嘛有侪丰富的奖品。有兴趣的家长会使到台南滑步车俱乐部的网站查询，只要2岁到6岁拢会使参加。报名只到9月30号，欢迎所有的家长带了小朋友做伙来体验这个好耍佮刺激的运动。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多云有时好天，温度26度至32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真感谢你收看到9月1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